看在农民对种树栽到收成这段期间当中呢，是有20-30档是无通收入的。林保署是来鼓励农民伫卖破坏林地状况之下，来发展出无同款的商品，亲像是种香菇，也是凤梨等等，来增加收入。而且呢，嘛来推出这产品的验证的标章，让消费者会当食到安心。 气候变迁，生态也受到影响。林业保育署对2019年开始推动林下经济政策，希望保护松林的生态，也让林农有经济收入。署长讲，过去林农拢是生产木材为主，种落去到有收成，中间有20-30年是无收入的。这几年来鼓励林农种原木香菇和模拟山地等等，唔但增加收入，嘛为其他的松林产品提升价值。 有10项，到目前为止啊，包含像动物香菇、木耳啊，或是林下养蜂，这些是用容许的品项啊，就是只有政府公告的这些品项啊，那才可以经营。林下经济呢，虽然件数不多，但是它逐步的就成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经营的这个方式啊。 林下经济政策推动到今已经要7年，有学者认为政府推动这个政策真好，用对森林影响上低的方式来生产农产品。但政府进一步推动林下经济产品验证标章，来保证产品无使用农药和化学肥。目前已经有28位林农摕到产品的验证标章。学者认为安尼嘛通让消费者更加安心，也建议未来会当加强营销，让更加侪人了解。 大家消费者拢希望讲，这个物件虽然恁工作好，恁讲这是优先环境的，是跟森林共生的，但是要有一个验证嘛，吼，安尼所以咱嘛是咧替消费者把关。但是嘛，对林农来讲嘛是有够好，对咱这个林下经济的小农来讲也很好，因为伊的产品吼经过验证了后，伊对伊的品牌吼，也是讲对于这个要接来这个市场吼，消费者熟悉，拢是一个最好的做法。另外，学者嘛建议爱个增加林下产品的种类。 林保署表示，会个继续打拼，嘛希望会当有更加侪林动来做伙加入，互生态甲经济会当双赢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